也邀请每一个在收看直播的弟兄姐妹，将你的电视，将你身边会影响你聚会的东西，将它放下，一起来领受，一起来敬拜神。神爱我们，神将那最宝贵的耶稣基督的恩典赐福在我们生命里面。让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我们没有与神隔绝的关系，是叫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坦然无惧的领受丰盛的恩典。在每一个人在世上有许多让我们会感觉到我们跟神的关系是疏远的，但我们恳求神帮助我们，因为神的爱一直没有与我们隔绝。这时候邀请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谁能使我与神的爱隔绝？哦，真伟大的爱，何其长阔高深，竟不吝惜他独生孩子，为我们众人舍了。神成唯一的人，谁能控告？谁能定他们的罪？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谁能使我与神的爱隔绝？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裸体危险到肩膀？无论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在的事，将来的事，都不能叫我与神的爱隔绝。伟大的爱，何其长阔高深。将你的手放在你的心上，一起去体会，他将他独生的爱子赐给我们，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成唯一的人，谁能控告？谁能定他们的罪？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谁能使我与神的爱隔绝？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裸体危险到天吗？无论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在的事，将来的事，都不能叫我与神的爱隔绝。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裸体危险到天吗？无论是高处的，是低处的，现在的事，将来的事，都不能叫我与神的爱隔绝。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
是赤身裸体，危险刀剑吗？无论是高处的，是低处的，现在的事，将来的事，都不能叫我与神的爱隔绝。这个时候，牧师要邀请大家，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要一起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无论任何的患难、任何的困难、任何的逼迫、任何的拦阻，我们都能够在神的面前刚强站立，刚强为主而活。无论任何的困难，我们都能够领受神的爱。我们一起开口重声来祷告。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愿意将我们的生命交给主。主啊，无论遇到任何的困难，遇到任何的拦阻，无论是任何的让我们感受到饥饿、困难的时候，主啊，我们都依然靠主而得以刚强。主啊，谢谢主，因为你赐给我们是耶稣基督宝贵的独生子的爱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主啊，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的面前能够更多的祷告，更多的寻求。主啊，求神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帮助。我们愿意将我们的生命交给主，求主你赐给我们能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裸体，危险刀剑吗？无论是高处的，是低处的，现在的事，将来的事，都不能叫我与神的爱隔绝。真伟大的爱，何其长阔高深，竟不吝惜他独生孩子，为我们众人舍了真正唯一的人，谁能控告？谁能定他们的罪？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谁能使我与神的爱隔绝？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裸体，危险刀剑吗？无论是高处的，是低处的，现在的事，将来的事，都不能叫我与神的爱隔绝。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裸体，危险刀剑吗？无论是高处的，是低处的，现在的事，将来的事，都不能叫我与神的爱隔绝，都不能叫我与神的爱隔绝。主啊，我们谢谢你。当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带到主你的面前，我们明白神你已经爱我们，透过耶稣基督宝贵的鲜血，再一次来洗净我们的罪。主啊，他圣洁无瑕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为要我们的生命能够分别为圣。我们了解，没有任何事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唯有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用更刚强壮胆的心志来为主而活。求主你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智慧，无论在生活里面，在我们与人的关系里面，在我们独自生活当中，
我们都依然能够活出喜乐、有盼望、有主与我们同在的生命。谢谢主，我们再次将我们今天的聚会全然恭敬仰望神，愿主你的灵亲自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跟你旁边的人说，愿神的恩典，愿神的灵与你同在。愿神的灵与你神的灵与你们同在。这个时候，邀请我们大家一起同心来奉献。基督徒，我们用奉献来回应神，来见证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他丰盛的赏赐与祝福。所以，当我们用奉献的时候，你也要预备你的心，将你的心摆上。你所奉献的，在神的面前要成为馨香的活祭，成为神所蒙福的器皿。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同心来唱奉献的诗，奉献的诗歌，来回应神。我将所有献与耶稣，甘心乐意全奉献。我要时常爱主靠主，天天活在主面前，全所有奉献。奉献的宣告的祷告，我相信凡事都是上帝所创造，他拥有赏赐与收回的权柄。此时，我愿意从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与敬虔的心奉献在你面前。求主在我每次甘心乐意的奉献中，操练我更加顺服委身，分别我的生命。我相信奉献是栽种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生命，我确信奉献是生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实与怜悯赐福我们，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请坐。这时候牧师要来做我们的教会的消息报告。在我们明天教会的主日我们要举行第4次的圣礼典，也邀请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能够与主同桌，一起来预备我们的心。我觉得圣礼典是一个与主能够同行，能够一起来与主同甘共苦是能够背负那个使命的工作。所以每次我们举行圣礼典的时候，我们预备我们的心，能够来领受圣餐。第二个，在我们下个24号9月24号，我们与台南中会举行这个真爱台南净滩的活动那教会有6位的弟兄姐妹报名参加。那如果你没有报名，但是你也想要去看的我觉得也可以去啦因为毕竟是在海边我觉得你也可以去海边走走，然后去看一看，那也顺便可以一起加入啦好，第3个，我们在9月28号礼拜四，下个礼拜是我们中秋节的连假，那也下礼拜了那也我们在礼拜四晚上6点到9点有青少年的举行的中秋节烤肉活动。那假如说有年轻朋友想要参加的，也请一定要报名我们有非常不错的烤肉的活动内容，那也邀请大家能够鼓励国高中生国小5年级到国中生、高中生都可以邀请大家，大学生也可以。那我们这是我们教会有这是教会的青年小组的网页，是不是？好。那我们在下个礼拜是我们的新竹圣经书院的奉献主日，那我们有请麻豆教会的刘淑芬传道来到我们当中来证道。那下个礼拜我们的华语礼拜暂停1周请大家留意一下。那今天呢，牧师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神造人有一个什么样的特征？
那我们之前认识有几个重要的主题，叫做认识上帝造我们的目的，对不对？那上帝造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几个？有2个，就是我们与基督一同做管理的工作。第2个就是荣耀他，那荣耀神。那么我们也举例讲到一个圣经节，谈论到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一定要与灵性的关系有所连结。也就是说，你的生命不能再用血气方刚的事情在看待你的生活了，看待你的生命。所以我们提到哥林多前书15章42节到45节，特别有提到有关这个所种的，甚至说在地上所种的是会朽坏的，但是复活的工作是怎么样？是不会朽坏的。也就是说，神透过耶稣基督教导我们怎么样学习一个重生复活的生命。所以我们要经营的，我们要种的是什么？是复活的生命。所以我们谈论到第46、45节，我们谈到说，首先来的人是谁？是亚当，对不对？他是有灵的活人。可是末后的亚当是谁？是基督，他是成了要叫人活的灵啊。也就是说，我们是透过耶稣基督，而让我们得以这个好像因为世上的影响，让我们的灵是成为像死人一样，是一个死的灵啊。所以我觉得我们是透过耶稣基督而得以再活过来。但是46节，我觉得牧师要带大家来看，属灵的不在先啊，属血气的在先啊，以后才有属灵的。所以我们要了解，如果你现在还不属灵，没关系，至少你知道你现在还是什么属血气的。好，所以呢，我们今天要特别继续来看，到底一个属灵的器皿，做一个属灵的活人，上帝要借着人，将他的内在生命的属性表现出来，而使人不至于怎么样犯罪嘛，亏欠神的荣耀嘛。这是我们2个礼拜前，甚至3个礼拜前，我们在认识上帝造我们的目的所认识的道理，对不对？好，牧师再一次分享，再一次复习，用快速的方式跟大家复习一下。那么我要问各位，请问你认识到上帝造你的目的，你有什么特征吗？你知道，但是有没有活出这样的生命呢？这又另外一回事哦。我们之前主题叫做认识上帝造我们的目的，但是我们还不太晓得，到底造我们的目的，我要怎么管理嘛，对不对？然后还有第2个，荣耀他嘛，那一定有某些特点啊，懂我意思吗？生命一定会有某些特点，所以呢，我们之前谈论到都是上帝造人的目的，这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目的性。那么我们今天要一起来看，我们要了解一个要达到上帝造人的基督徒、信徒、门徒，要有哪些生命的特征呢？也就是说，你要完成像上帝造人的目的，你一定要有特征啊。到底有哪些特征？我们一起来看。第1个，好，我们之前也有谈论到，跟基督做管理的工作，对不对？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第1个点，要拥有管理上帝造万物的权柄啊。我们要知道哦，你有没有拥有管理的权柄？有没有？我们知道我们要跟耶稣基督好像在做管理生命的工作，可是你要知道你有没有权柄啊？有人他知道他要管理，可是他就偏偏我不想要管理，你懂我意思吗？你明明知道教会的垃圾要做分类，可是你就偏偏不使用那个权柄，懂不懂？你知道嘛？这是知道的目的性，懂吗？你知道我人做基督徒，我成为大桥教会的目的，基督徒的目的就是要做基督徒，但是我却没有善加运用我的权柄、权利，甚至应尽的义务。好，所以第1点很重要哦，我们必须要拥有管理上帝所造万物的权柄。跟你旁边的人说，你拥有这个权柄，不要随便用。你拥有这个权柄，不要随便用，但是要好好用，对不对？你要好好用。圣经里面怎么讲？创世纪第1章26节说，我们一起来读。来，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我要告诉你，上帝说，上帝这个原文它是单词，这个叫做单数词啊。好，可是后面你有没有发现他写什么？我们，为什么又变成我们了？请问一下长老，为什么会变成我们？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你们觉得是什么答案？我们是什么意思？不是啊，上帝说我们，因为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他是圣父，也是圣灵，也是基督，这样懂吗？所以从圣经节我们要了解哦，我们已经知道，上帝在创世纪就已经摆明表明了他的位格哦，是复数的。所以原文很有意思哦，他写我们，为什么我们中文写我们？所以我们要知道，上帝说我们，我还有圣灵、圣子，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这样有清楚了吗？使他们管理海的鱼。所以你刚刚讲的那个跟我们那个我们是他们了，好，这样懂了哈。所以圣经里面很有意思，他这里谈到一个很重要的管理，管理在原文的意思，它其实里面讲的是什么？是发号施令啊，是发号命令啊。我要问你哈，你在管理，你有没有用命令的？有没有那种太过于和蔼可亲呢？还是有那种一定要达成目标的？那是不一样的。有些时候我们没有那种命令的意味在的时候，你的管理是管理不来的，懂我意思吗？所以我们要记得，圣经里面其实从管理这个原文的意思就已经有命令了。所以他告诉我们，使他们可以管理啊。注意哦，为什么他们有这个权柄？因为我们有上帝的形象，所以你大可以要运用这个权柄，好好的怎么样？要求神给你智慧，要好好怎么说，好好怎么教导，好好怎么样带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圣经里面有几个。我们可以来思考看看，挪亚，你有没有想过，上帝怎么可能让他只有7天的时间，可以准备自己一家8口的食物，还要怎么样洁净的牲畜7公7母上船，不洁净的牲畜1公1母进入方舟，空中的飞鸟也是一样。挪亚不是自己动手去抓那些牲畜飞鸟呢，而是透过管理的权柄，吩咐他们进入方舟。这个权柄哪里来？天使啊，天使就去执行啊。我在想说，哪有可能那么快啊？难道不是权柄吗？所以当时候从旧约你在看挪亚，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可是我们忘记，其实它背后有一个非常深的意味，叫做管理的权柄。所以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1章14节有讲到哦。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吗？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天使岂不是服役的灵吗？谁是承受救恩的人？你是不是承受救恩的人？我们是不是承受救恩的人？是啊，所以很有趣哦。圣经里面明确的告诉我们，我们要做管理者，我们是靠着圣灵的能力。上帝差派天使在我们身边，保护我们，照顾我们。所以当你在家里面，你不用怕。我记得我刚出来当传道人的时候，我最害怕就是帮人家办告别式啊，参加告别式，因为我很害怕，因为我要站到那么前面，而且就要跟着这个商家跟他的亲属，而且我记得那个我之前的带我的牧者他都还要帮他把他的打理这个往生的弟兄姐妹帮他把那个穿着是不是调整正确我看了说，哇，我都不太敢接近你知道吗？那个心里面会怕，甚至我去到坟墓的时候，我也会怕。我记得以前我是很怕这些事情的，可是当我知道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是承受救恩的人。上帝他一直在旁边赐给我们能力，是透过让我们明确知道天使
上帝赏赐的圣灵在我们身边，在保护我们，所以我们不用怕。你要更应该刚强壮胆的说：神啊，感谢主，你将这份祝福应许放在我的心里面，我要靠主你而刚强。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服役这里说服役是奴仆对主人般的服侍，原文是这样讲。所以我们要知道哦，天使不是我们向往，哇，天使好崇高好美，然后跟我们好像很远。其实圣经里面讲的天使，实际上是一个服务我们的，懂吗？跟你旁边的人说，天使在你旁边哦。所以有的时候是旁边的弟兄姐妹，他就像你的天使一样，他就是神差派来的。所以当你能够来到教会，像今天牧师在处理2个学生，因为有一些冲突，牧师就邀请他们的父母亲来到教会，我就跟他们分享，我说你们的孩子来到教会是非常受祝福的，你们能够全家人一起因为孩子的事情坐在这里，你们都是有福气的缘分。如果没有这样子关系，人家说不打不相识嘛。所以他们听完以后，对。后来他们结束和解之后，回到外面，他们就2个家庭就在那边聊起来了。所以你要知道哦，神要我们承受救恩的人，是要能够有能力去怎么样去做管理啊。所以圣经里面，你有没有发现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前，他怎么对法老说什么？他是吩咐青蛙、苍蝇、狮子进入埃及法老臣仆的家，有没有？有在旷野的时候怎么样？吩咐飞鸟遮满这个什么以色列的营地，让他们不有产生露水，可以有得喝。所以你要知道哦，上帝要我们做管理，你不要为了环境而受影响而害怕而退却，你更应该要因为你的环境的困难，你说主啊，我要成为一个刚强为主你做见证的人。我现在眼前所遇到的困难，我相信我要为主你做更好的管理者，来为主你做见证。所以我刚刚这个钟璇他回来说，他去上了一个什么敬拜赞美的训练课程。他说什么？他说牧师，找个时间我要跟大家分享我今天去领受学习到的。感谢主，神就是透过让他的装备，让他学习怎么样做一个好的管理者，在音乐的服事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圣经里面除了我们刚刚看到的旧约，新约有没有？耶稣当这个彼得来问耶稣说：“耶稣啊，我们要不要纳税？”耶稣说什么？他吩咐彼得去钓鱼把鱼口中钓起来那一只鱼口中的那个钱币啊，拿去缴税。为什么耶稣可以吩咐？圣经是写吩咐彼得，就叫他去，这难道不是管理的权柄吗？你可能看起来好像是神迹啊，可是我觉得那是一种权柄啊。5饼2鱼不也是这样吗？我们就只有5个饼啊，可是耶稣就吩咐下去，来就给他们。我觉得我很多时候能力是这样来的。基督徒要感受到上帝所陪伴，上帝差派的天使在身边的那一种能力啊，一定要体会什么叫做管理的权柄啊。所以牧师非常期待我们教会的每一位服侍者，不管是幼童、青少年，还有老年人，或者是弱势群体的，我们都要有靠着神所赐的智慧，去明白神所赐给我们有非常好的管理权柄。那这个权柄不是要让你骄傲，而是要让你知道你是要靠天使所陪伴的工作来去做，然后去帮助人，而让人看见你背后的那个能力是透过上帝。所以今天牧师在陪伴这2个家庭的时候，我很感谢神，非常快，在那过程当中，他们只有安静的听，而且没有任何争吵，完全顺服牧者，然后交给那2个孩子，让那2个孩子青少年面对面微笑，甚至最后说，牧师感觉他们应该要2个起来拥抱一下。他们的家长是这样回应我的，所以我很感谢神。当我们运用好权柄去做管理，
我们所做的事情是带有果效的。所以跟你旁边的人说，好好运用权柄，会为你带来生命的果效。好好运用你生命的权柄，会为你带来生命的果效。第一个我们知道管理的权柄的重要性。第二个，我们要怎么样发挥能够上帝造我们这个很重要的人啊，生命特征啊，我们是独特的。我们要了解，我们的生命是做君尊的祭司，我们要成为君尊的祭司，来彰显上帝国度的权柄与荣耀。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圣经节，彼得前书2章9节，来，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里讲到几个很重要，基督徒是一群特别的人，对不对？对不对？他是什么？是什么？被拣选的，而且是君尊的祭司，有没有？像你们现在服侍，我们牧师常常跟你们讲，你们在服侍不可以像外面那种摇滚乐手，跨脚这样子哦，或者是表现出那种奇怪的动作，不行，因为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要让人看见我们谦卑服侍神的态度，是圣洁的国度。你不可以随随便便在教会服侍很 OK 啊，在外面就怎么样，随便讲话，随便为人处事。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去宣扬，有没有？叫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跟别人不一样。所以今天牧师要带大家一起来看一个很重要的圣经节，以赛亚书62章1到4节。我们了解以色列百姓当他们要回归到他们原先的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必须要透过以赛亚先知，上帝透过他来不断对他们做呼召了，像在呼召，就像牧师在跟你们讲，我们要怎么样了解那个生命的权柄，有没有？要怎么去做管理？所以我们一起来看我们一起来读，来，我因锡安必不静默，为耶路撒冷必不息声，直到他的公义如光辉发出，他的救恩如明灯发亮。列国必见你的公义，列国必见你的荣耀，你必得新名的称呼，是耶和华亲口所起的。你在耶和华的手中要作为华冠，在你上帝的掌上必作为冕旒。你必不再称为撇弃的，你的地也不再称为荒凉的，你却要称为我所喜悦的。你的地也必称为有夫之妇，因为耶和华喜悦你，你的地也必归他。这里的我是谁？这里的我是以赛亚。以赛亚说，我因锡安必不静默，为耶路撒冷必不息声。他的心何等的渴望啊！他觉得说不得不说啊。我要问各位，你有没有看到一个人的生命，希望他得着重生？你有没有希望不得不说的那一种迫切？所以以赛亚他就是这样的心情，告诉以色列百姓：直到他的公义如光辉发出，他的救恩如明灯发亮。我要告诉各位，以赛亚热心的传达上帝要把弥赛亚救人的信息传给百姓。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牧师要告诉各位，待会我会跟大家讲这4节里面讲了4个重点。我们先一起来宣告，从第3节跟第4节，你把你改成我，把你改成我，把我改成你，这样懂来预备，来，我在耶和华的手中要作为华冠，在我上帝掌上必作为冕旒。我必不再称为撇弃的，我的地也不再称为荒凉的，我却要称为你所喜悦的。我的地也必称为有夫之妇，因为耶和华喜悦我，我的地也必归他。好，当你念完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到
上帝与你同在的感受一样。不管是你的地，不管你在你的身份，你在耶稣在上帝的面前的那一种价值，它就好像把你放在手心上一样。其实不管你感受得到还是感受不到啦。好，牧师要讲这4节里面有4个重点。第一节里面要讲到公义跟救恩，一个上帝所造的生命的特征。今天我们的主题，上帝所造的特征，独特的你是不是独特的？你一定要知道，你的生命有没有感受到上帝为你行公义啊？你有没有发现有些基督徒他都觉得上帝好像没有在帮他行公义，有没有？所以他只要一讲话就好像要被玩 gay 啊，你们怎样？好像要打架要争一口气一样我遇过，常常遇到那种弟兄他说想要牧师，然后看能不能改变什么，然后好像有一番作为，能够照着他的方式来帮助教会改变什么。可是后来我发现，他讲的好像都是不太公义的事情一样，懂我意思吗？所以每一个独特的生命，你一定要知道，所有的行公义的事情，上帝有没有为你行公义？你一定要认知到这一点。第二个，上帝有没有行救恩在你身上？所以你的生命有没有让人家看出你是上帝在你生命当中行公义的神啊，行救恩的神啊？第二个，上帝是充满荣耀的新的名字，列国必见你的公义，列国必见你的荣耀，你必得新名的称呼，是耶和华亲口所起的。知道我意思吗？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当他们被抓之后，你觉得那一种民族就好像我们现在台湾一样你有没有发现？我昨天看了一个那个影片他说如果你去到国外，你说你是中国台湾那个关卡那个什么，那个叫机场机场那个检查的关卡的人员他会特别刁难因为前面有加了一个中国了。可是如果你讲了你是台湾就没事了我就发现的确以色列百姓他们就像是这样，因为他们被奴隶久了，被抓走奴隶久了以后，他们忘记他们的名字是宝贵的，所以以赛亚他重新告诉他们充满荣耀的新名。你要知道你是基督徒啊。什么是基督徒？你是神所拣选的儿女啊，重不重要？重要啊！你的生命要不一样啊，你的生命要有特别啊，所以你才能够感受到你的生命是特别独特的。所以第二个，新的名字；第三个，得上帝的眷顾。第3节他说：“你在耶和华的手中要作为华冠，在上帝的掌上必作为冕旒。”我们要知道啊，那个是非常宝贵的，上帝祝福的，上帝眷顾的。最后，他说：“你必不再称为撇弃的、荒凉的、我所喜悦的，而也要被称为我所喜悦的有夫之妇重新立定一个婚约关系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像刚刚牧师所提到，体会到以赛亚先知所讲的这4个重点。不是所有基督徒都能够体会到。我觉得每一个人，如果你要体会牧师所讲的那种感受，你一定要内心里面的情感去了解上帝的话，否则你们真的没办法理解牧师在说些什么。为什么牧师你可以讲得那么的投入，那么的感触那么深？因为唯有你真实去领受什么是上帝在你生命所行的公义跟救恩，什么是上帝所产生让你的名字。我现在我很喜欢我的名字，以前我很讨厌，因为我的名字有一个愿好多笔画。可是我去研究了以后，我发现这个名字非常好，因为这个字叫善良的善，有伟大的善良，所以我要做得更好。现在我又当牧师，我又更知道我的任务是什么，要做得更好。所以新的名字对基督徒来说，对每一个神所爱的儿女，我们要知道你的名字是非常棒的。所以跟你旁边的人说，你的名字非常美。再跟他说，上帝要赏赐一个新的名字给你。就是有一天人家看到你会说你是上帝所爱的，对不对？这个名字好不好？这个名字不错啊，这种名称不错吧？你是上帝所爱的。
感谢主，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所爱的，那也期待上帝眷顾我们，也期待我们跟神立定一个好的关系。其实上帝所造的人哈，不是透过，其实牧师要讲的重点就是，上帝所爱的、所创造的人，不是透过他对圣经有多少了解，他对世界的知识的认识有多少，这种 IQ 能力IQ 的能力是透过先天决定比较多了，但是呢，他所学的知识当中，假如他能够透过了解、评估，而且能够透过管理自我的情绪、他人的情绪里面，来获得一个高情感、高感度的生命情感。譬如刚刚牧师所讲的，我透过解释圣经里面告诉你们这种高度情感的生命关系。只要你体会得到，那我告诉你，你的 EQ 后天的努力就达成了，这样懂吗？所以我要告诉各位，不是一个你透过圣经很厉害的人，他就是比较属灵啊，没有。其实 EQ 高的人，他就能够体会神的爱。所以我们要知道哈，这个曾经有人在学校里面高智商的人哈，我要告诉你哦，却是为着智商平平的人哦在工作。我们知道哈，这个小布希，美国前总统小布希，有人说他的智商是91呀，智商90以下就是有点有问题了。他的智商只有91呀，可是他却有高情感的 EQ 啊。有一个故事这样讲哈，美国这个他的女儿哈叫珍娜，每天他都陪着期待这个他的爸爸能够诵经文。因为有一次他的女儿珍娜呢，因为感情关系有点受伤，所以他爸爸就每天就送一节圣经节给他的女儿，鼓励她。后来他这个珍娜呢，他就发现说，他爸爸送的这些经文，他都把它记录下来留下来。然后呢，当他看到有需要的人，他也用这样子的方式去祝福人。所以呢，我们要知道，显然我们可以发现，生命的意义不在于智商有多高，而是在于情商它的变化、它的吸收、它的领受。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这个情商之父丹尼尔·戈尔曼他曾经说过，他曾经帮助我们了解几个很重要的工作。他说情商就是在面对问题的时候定方向，它能够帮助人定方向，而且让你的智力朝着对的方向来执行所以这个情商重不重要？重要。可是呢，智力也不能没有智力也是需要有了那其实他说他没有否认智商的重要，在很多时候，在一些领域，情商对成功的影响是不大的。譬如说什么？我们要知道这个工程师、科学家、程序员，有关研究类的，这个一定要智商高啦。不能情商高啦，所以我们要了解他还提到情商在涉及与人打交道方面就更显得特别的重要。其实，在与人打交道方面，情商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为什么牧师当我们遇到这个学生问题、同工问题的时候，牧师都会邀请同工、邀请长职跟着牧师一起去面对，一起去学习。重点就是要让我们去学习在情商上面的什么能力。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曾经这个李开复企业家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测试结果跟工作表现情商 EQ 比智商对成功的影响力是多出了9倍也就是说，情商它的能力它1比9的啦，就是说你必须要9倍的智商才有办法达到情商的1%。所以咱来了解我们必须要了解当我们要了解，我们在处理事情，我们在面对生活，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想说，我们有很多知识跟了解，可是我们却忽略了，我们要如何成为一个独特的人。其实重要的是，我们要有更多在情商里面的认识跟了解。如果你的情绪管理不好，请问你有办法了解上帝在你生命当中
他要如何让你做一个好的管理者吗？他要如何让你做一个荣耀神的儿女吗？我觉得很难。所以我觉得牧师要带领各位，真的要好好的来认识，如何认识你的情绪。好，认识你的情绪，要了解自己生命的独特，一定要了解你的情绪表现。我们来看几段圣经节，箴言16章32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这里举例勇士跟取城啊，好，可是呢，这个发怒跟己心啊，好，所以我们要了解这是一个对比的关系。好，你不要想说你很有能力啊，好 ，IQ 能力或者是外在的能力，可是你要知道这个情绪啊才是最重要的。好，所以这个是第一段圣经节，牧师鼓励大家。那有一段说，幸福并不是肉眼所见的数量问题，乃是肉眼所不能见的灵魂品质问题。做事不可鼠目寸光，乃是要高瞻远瞩。好，诚实完工才是治局。好，来第二段圣经节，牧师带领大家来看传道书第7章第9节。你们不要心里急躁恼怒，因为恼怒存在愚昧人的怀中。圣经这样说，约翰福音14章27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也就是说，这段圣经解说，什么时候感觉不到主的同在，你就会忧愁。什么时候你失去了主的平安，实际上是因为你感觉不到上帝的同在。这样懂吗？所以你会害怕，往往是因为你不知道上帝与你同在。知道了吗？所以你会怕，你要怎么样？求神与你同在，多读经，多祷告，多去感触神所要对你说的话。所以主的同在是真正平安的根基啊，生命的确据。所以为什么我们的生命一定要时常去好好跟神建立关系？因为你没有跟神建立关系，你没有办法感受神的同在，你没有去实践，你没有去了解，你真的很难去理解神的同在。所以为什么你做事情没有能力，往往是这样来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赐给我们力量，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我们的生命要如何靠主而活。以弗所书第1章17到18节，我们最后一起来读。来，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上帝，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是要得着上帝赏赐的基业，因为我们是神的基业哦。我们要得着这个荣耀的基业，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去明白啊，明白什么？上帝的智慧，明白上帝所赏赐的启示的灵，让我们能够懂得怎么管理。所以求主帮助大家，牧师接下来会好好检视我们大家。好，你可以私下告诉我，牧师，我最近在你上次那一个讲章主题里面，我要好好检视我在做事的果效上，我在处事的态度处事上的果效。假如你觉得不知道，你就来问我，牧师，我会跟你讲，我会跟你分享我看到你的感受，感觉你这个人的生命有没有改变。我觉得那很有效，很有用，而且很有感受的。因为从一个人的改变，你会很容易带出影响力。所以求主帮助大家，也求愿神赐福大家。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全能的上帝，我们相信靠主你的人有福气，这个福分需要我们的生命从里到外能够彰显神你的荣耀。我们愿意持守神你的道，为的是要没有走偏我们神你所命定的道路。求神帮助我们，让你的教会有主上帝你特别的计划与心意，也恳求你帮助我们在你的教会里面，在社区能够做一个
灯塔，让你的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到每一个地方，能够为主你做美好的见证，为主你做光做盐，让他们的言行举止，让他们的生命都能够散发出光彩，是有生命的，有活力的，是有盼望的，是有喜乐的，是有能力的，是有管理的权柄。愿主你赐福我们，让我们学习控制我们的情绪，控制我们管理我们的生命，学习在我们生活当中能够知道我们的生命是神你所赏赐。愿主你赐福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为主你而活，见证神你的荣耀。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愿主赐福大家，每周六的晚上6点半，我们一起同心来敬拜赞美神。愿主赐福你。